欢迎我们的三星领队黄博文。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喺呢度同大家交流啦。咁我好多謝咧前排嗰啲全部都係我老師嚟嘅嚇。咁聽完一次又一次嘅，所以我唔會必到。我會必到咧係啱嘅，因為每一次我都學到一啲嘢。咁我叫黃博文啦，文章個文，但係咧如果叫我博文新聞個文咧，我都覺得係嘅，因為我去周遊列國啦，喺唔同嘅國家度工作。咁我學嘅係咩咧？我學嘅係農業化學。我做農業嘅，好冷門嘅嚇，呢度唔會有人太多人聽過。後嚟我係去學做釀造葡萄酒 wine making， 咁我當然啦，要去澳洲啊、紐西蘭啊、美國啊嗰啲地方去玩啊、去做嘢啦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對於農產品咧有啲深度嘅認識。咁我亦都喺紐西蘭嗰度我喺紐西蘭嗰度咧係做過釀造葡萄酒，就喺南島北端 Marlborough 嗰個產區，嗰度釀出嚟嘅葡萄酒係好有特色嘅。咁當我後嚟接觸到呢個產品嘅時候咧，我就知道咧呢個產品咧係唔係一般嘅產品嚟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有葡萄酒嘅特色啊，係咪啊？好得意嘅喎，佢有風土特色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要揀產區喎，就係紐西蘭啦。如果我哋揀咗其他國家嘅農產品嘅綠嘅話咧，有冇呢啲效果咧？我相信係冇，因為紐西蘭嘅泥土咧係原始森林，佢泥土裏邊嘅能量咧就帶咗入嚟呢個產品嗰度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，所以就開始認識。咁我就比較理性一啲嘅，所以我用15個月去了解呢個產品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，開頭嘅時候我係唔清楚呢間公司搞乜嘢嘅，咁嗰啲演講咧就好長啊，好囉嗦啊嗰陣時我覺得嚇。咁同埋咧有啲朋友咧佢第一次去演講啦，咁啊啦啦咳咳啦，咁我唔清楚我點解咁嘅演講成咁嘅。後嚟我先明白，原來呢間公司咧個公司嘅文化咧係與別不同嘅，係博大精深。咁所以咧，俾機會每一個人喺度成長。咁超越咗技術層面啦，其他嘅公司咧，我有注意㗎，我有比較㗎，嗰啲都係營養學啊嗰啲層面嘅。咁再加上老闆啦，嚟咗食咗15個月嘅免費飯喎嚇。咁咧就覺得咧呢個老闆咧係一個唔一樣嘅人。佢創造到一套學説。呢套學説咧，我就覺得佢應該叫林文峰學説 MBO 啊嗰啲啊，咁係一個系統思想家嚟嘅，而且佢可以咧周遊列國去演講啊，第啲公司老闆做唔到嘅，所以產品雖然好突出，我只係排第3位啫，第2位咧就係公司文化，第1位咧就係老闆，咁所以咧呢間公司係唯一嘅，全球唯一嘅，所以咧呢間公司係與別不同，所以一定要俾啲掌聲呢間公司。咁我因為我做農業啦，咁後嚟經過15個月研究之後咧，我覺得好喎，唔錯喎，咁我就加入咗啦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，開頭我唔係好識講嘢嘅，其實咁後嚟我慢慢克服咗呢個困難咧，咁後嚟就大膽咗，咁就比較順利一啲。咁至於我有咩見證咧？我見證咧就唔係太多，因為我本身係身體好啊。咁唯一嘅可能性，我近視好深啊，我成88度近視嘅。咁可能咧，我食咗之後咧，我覺得嗰啲眼屎多咗，即係眼膠啊。咁呢個咧就符合咗嗰個好轉反應啦嚇。呢啲故仔我聽咗好多次啊，所以我都相信係嘅。咁我睇又好似係清楚啲嘅咁樣啦。咁我而家望遠嘅嘢、望近嘅嘢都可以嘅。咁至於身體其他有咩部位特別好轉咗，我又唔係太過明顯嘅。不過我個朋友就非常之明顯啦。我有一個朋友咧，佢本身咧佢係嗰個大腦啊，突然間舊年1月咧就突然間暈低咗喺個地嗰度，咁送咗去醫院，咁咧就發現佢咧就係大腦嗰度有個腫瘤啊，惡性腫瘤，即刻去開刀切除咗之後咧，咁切除咗之後咧就
左手左腳係癱瘓嘅。7月佢癱瘓到直到7月，4月出院。咁前面嗰7個月咧不能自理啊，需要咧係佢嗰個屋企人幫助佢啦，非常之辛苦啦。咁後嚟咧，佢7月23號咧食咗第一次之後咧，當晚咧就好有反應嘅。反應係邊度咧？放咗4個屁啊！係啊，好有反應啊！佢臥病在床7個月啦，未離開過張床。咁就跟住食咗1個星期咧，隻左手咧有少少左手左腳嗰度癱瘓嘅，唔喐得。佢左手少少輕微喐動。咁咧就食咗2個星期咧，佢有少少轉身轉得到啦。跟住落嚟咧，瞓覺咧就好瞓，好瞓，因為佢周身骨痛啊！佢話俾我聽，周身骨痛根本係寢食難安啊，好難瞓覺。全身都痛啊！佢康復期間，醫生就話佢只有12個月命到24個月命，咁而家都已經13個月啦，龍精虎猛而家。咁所以咧，佢知道呢個產品幫到佢手，咁佢嘅劑量咧係1日食12粒嘅，一日食12粒。咁堅持佢退咗份保險，就將保險金就買晒呢一個復發細胞啊。咁所以咧，佢簡單嘅相信咧，就攞翻條命，起碼而家佢康復當中。咁佢左手咧已經大幅度可以喐動啦，自己可以起身啦，只不過係暫時未可以行到。不過佢話要學行到，即係話佢已經有個信心咧，佢好快脆都可以落地行到康復翻。所以呢個就係我最強烈嘅見證嚟嘅。咁我對於呢個公司咧，我覺得咧最犀利嘅就係老闆，佢能夠將佢嘅學識啊、嗰個各方面嘅才學膽識力啦，咁去創造咗呢個系統，而呢個系統係全球絕無僅有㗎。我欣賞嘅係個經營嘅呢個系統啦。然後亦都幫助到好多人扭轉突破佢哋嘅人生啦。生命再生啊！生命再生咧，超越咗肉體嘅生命再生嘅，係家庭嘅生命再生啦，精神上嘅生命再生啦，同埋一個公司咧可以有效咁樣做到財富啊重新分配啊！呢個我體驗出嚟嘅，咁所以幫助到國家社會，咁所以我就加入咗呢間公司啊！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嘅，咁多謝大家。